甲骨释文第27集。这集来讲饰材，这是较文言的讲法。一般中文讲钢材、材能、干材、秀材，这个材是真有材调的字哦，莫误会哦。所以这个材只是照字，正字爱写这字。讲文讲的近也。饰材就是台语讲的拄则，共款安尼写哦，是毋是真适当？这个饰，台语文音读适，白音就读拄。为何这个适会使读拄？照复杂的字形，是两人行到下桥口交叉，综合起来解说，就是两个人行到下桥的中央相拄。或者是讲狭路相逢，这字的本意就是相拄、恰巧、出价、前往。例句拄着就是遇到，拄拄好就是刚刚好，适配就是匹配，适之就是忘记。这是教育部教的，所有发音拄拢写这个拄。总共有6个意思，但是只有第一个意思写对，定主才是这个拄。为何呢？因为重点是顶面这个点，向上拄嘛。第2集有讲过，向下拄是这个重点下面失意的这个点，嘛是第2集有讲过。教育部是为素参。清清彩彩乱斗的6个意思，咱来整理一下，看用倒一字才适当。第一个定主是向上的拄，唯一写对的一字。第2个是向下的拄，就是地主的地。第3是拄少的拄，算少毋免写遮尔奇怪的数字，拄少算少就是这个少。第4，相遇就是相拄，也就是相拄。第5，用话语定状，用话拄转去，这个拄，言字边的这个拄。第6个什么意思？连接2个形容词，连接嘛，当然嘛是这个拄。例句现拄现，就是看现现啊。事实上就是安尼的意思。过来，很刚好就是正拄巧，巧就是好，所以正拄巧就是正拄好，正拄好就是呛拄呛。现代人讲呛死，可能3000年前就有人咧讲呛拄呛。看《诗经》这句，卡处呛下，呛就是卡处。内底正拄好就是呛，就是卡处，呛拄呛确实就是这个呛。来认捌这个卡，卡就是真好、真牛，就是真有技术，是吧？什么款的技术呢？做工的技术。工是啥？工就是卡，卡是啥呢？卡就是工。这毋是废话吗？毋是废话，是误会。什么款的误会？做工仔人的误会，是毋是？现代人把这个工当作是普通的做工礼仪，并无把这个工当作是巧夺天工的工。古早人可能嘛无人咧讲做工，可能是讲做事。365天，每日爱做工。这句话毋知是何人伫冷气房想出来的用词，有可能安尼无？现代人可能也是坐伫冷气房，咧研究关鸟收之文以地之宜。安尼做出的研究是如何形容呢？关中开拔吧。真重要，再来讲一遍。工毋是价顶的代表，以现代话来讲，工人是达人；以成品来讲，爱到精品的程度，如此才会当算是巧，敢毋是？文化赞处，
莫停留伫做工仔的心态，安尼就袂写出教育部教的365天这字工，巧夺天工，岂是逐工可接受的？转来拄则讲的现拄现，呛拄呛，会使换另一个讲法，患拄患，写患拄患也可。有转换的余地无？所以写患拄患也可。搁有范式可能说不定的意思。教育部的范式写平凡的凡，咱写转换余地的凡，是毋是才有无确定的感觉？来看凡的甲骨文，中央的一支棍仔上下手交换，所以这字就读凡。用闽南语来理解真好理解，但是运册却无这字读音的记录，因为只是闽南语才是甲骨文的母语啊。历史上并无甲骨文的记录哦，只记录伫台语大音典。为何顶下手爱交换呢？因为手酸啊，所以爱换一个。这字换安尼来。搁来看金文，有第二个意思，顶面的手弯做一个向下的人，所以读音弯。这字出现伫西周晚期，运册只能记录到的唐朝金文，甲骨文就无记录啊。人格啊翻转，嘛会使讲是翻，写这字也可。这会使帮助理解“庸子方言”这句。本来这世人我应该看无这句在写啥，但是经由甲骨先生的指点，就变真好理解。原来“翻”就是翻脸，就是变面，意思是气氛汹汹改变。更加精彩来啊哦！这字读翻，讲话变来变去就是翻，讲话翻翻颠颠，共这字翻哦。这字哪会一直出现？什么意思？咱来认捌一下。说文解字讲是天体也，和另外这字圆来比对一下。圆是平面的，字为圆面。另外，这个环是像地球绕太阳的三维球体。另外，这个佫是啥物意思呢？啊，为何汉书有这句“环”就是“翻”？如何理解呢？这是康熙字典对这个“翻”的解说，有兴趣的人研究一下，咱无详细讲。其中有讲到日夜、翻夜。换夜，另外阁有完或做换，这几个说明，字典并无详细的说明，可能连编康熙字典的人嘛无了解其中的来龙去脉。啊，看文献的人看有无？如何参考文献呢？我是看毋捌的，啊怎办呢？这是甲骨释文。我真珍惜的甲骨释文，我嘛毋知如何介绍较好，有兴趣的人研究一下。研究完再转转去看康熙字典，一寡无清楚的所在是毋是得到解答？你来比对看卖，是甲骨释文，也是康熙字典更加有文化价值。整理这集的重点。拄好，相拄就是这字拄。有文献无？无。既然无，如何证明这字就是拄呢？为字形本身来解说，为字的本身的笔画来说明字本身的意思。安尼讲法、解说法，毋是这集才开始，为甲骨释文第一集就开始啊！你有体会到无？找台语的字，为倒找呢？为文献找，或者是讲甲真精彩故事来找。以我个人的经验，大部分拢是错的，浪费时间，贻误初学，如此而已。
这集就讲到这，感谢收看，后一集再会。